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爆姑娘。喺香港，好多嘅夫婦總會面對生活裏邊好多嘅壓力，繁重嘅工作，照顧小朋友，照顧父母，又要打理屋企，生活咧好多時候喺匆匆忙忙裏邊，頭腦有好多個思緒，情緒變得焦躁緊張，關係亦都變得麻木。好多時候不自覺，我哋會帶住好多個情緒壓力去到婚姻關係裏邊，造成好多嘅衝突。正念呼吸練習，正正就係幫我哋喺繁重嘅生活裏邊靜落嚟，有個空間同自己相處。特別喺我哋有壓力、有情緒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翻落嚟個心，睇下發生咩事。而家邀請大家進入一個呼吸練習，用嚟覺察同埋關懷呢刻嘅身心。請你選擇一個舒服嘅坐姿，腰背垂直放鬆。假如你坐喺凳上，雙手輕輕放喺大腿上，雙腳平放。如果合適，你可以慢慢閉上眼睛。首先，俾自己覺察一下呢刻裏邊嘅經驗，留意一下呢刻身體有啲乜嘢感覺。你而家裏邊心情係點樣？腦海中又浮現乜嘢嘅念頭？唔需要去批評佢，不論留意到乜嘢感覺、思緒，都可以知道佢哋喺度。而家將個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上面，留意身體吸入空氣，呼出空氣。吸氣嘅時候，腹部微微脹起；呼氣嘅時候，腹部放鬆。觀察腹部一呼一吸嘅變化，吸氣，呼氣，唔需要去控制呼吸，容許呼吸自然咁樣進出，一吸一呼。慢慢將注意力擴展到整個身體，每個呼吸留意身體唔同嘅位置，任何嘅感覺，留意你雙腳、腹部、背脊，留意你雙手、頭部嘅感覺，留意腳板同地面嘅接觸面。如果覺察到身體有唔舒服，吸一口氣，將空氣帶到繃緊嘅地方。呼氣嘅時候，空氣喺呢度呼出，讓身體放鬆。呼吸練習即將要結束，再次將注意力帶去呼吸，感謝自己剛才同自己裏邊相處。當你準備好，你可以慢慢打開眼睛，將呼吸同埋覺察
帶到生活中。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，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，減少怨恨，作審慎嘅離合抉擇，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。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！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